大港文化中心已经无像传统文化中心的展演，而是注重学习的热情。其中，台南社区大学大港分校的演艺代表形儿，持续伫遮开办粉彩、书法、陶艺等10个在地艺术课程，除了让老中青三代拢会当来学，接触体验大港的水，甚至是一阿公阿嬷愿望的热情。年少的时候就有这个梦想，说要把那个陶艺把它做好，一直没有机会跟时间。哎呀，现在就是刚好有这个社大在台江这里，那我们家离这里很近啊，想说，过来体验一下这样子。哎呀，觉得收获，对啊，当然是蛮丰硕的啦。那我们也是圆梦啦，年轻时候没有办法学画画嘛，那时候没办法学画画，来就刚好这有开课，也遇到好老师，所以我们就给他画了。我那个执行长说画个台江。我们就这个应该不错，很生活化。我觉得画画就是要生活化，就带进来了。这摆学员除了创作嘛，家己动手来布置展览，要伫迎接见证200档大港文化中心满3周年即刻，替家己留下深刻回忆。其中各个老师嘛相当的感动，学员已经将家己生活的土地用于创作当中。你会发现。他们的主题会比较多的鱼啦，跟台江的意象有关系的，像金鱼呀，或者是台江的意象啊，等等等这些作品慢慢呈现出来。因为我们是鼓励个人性，所以他的个人的思维会传达出来。透过创作学习来培育公民艺术家，用水的力量来发挥社会影响力，一直是台南社区大学大港分校努力目标。透过大港公民美展，已经跨出重要一步。大明哥就是要来培养着公民艺术家的理想。希望咱大家，不管你是老中青，还是讲少年辈，拢可以，你会当来大庙学习。学你喜意的，阮嘛有音乐春庙乐团喜意的这个美术，这个艺术。然后你以地方的地景，地方大港的生活地景，生活你所看到。目睭咱就踢开，要去买菜也好，要去读册也好，要去佚佗也好，你所看到咱故乡的这个环境，咱这个山海军绿岛，咱的庄头的庙的这个地景的特色，大家来学习，大家来创作，来为故乡、为生活、为未来来创作，来展现着公民艺术家，用艺术来欢迎咱，带动繁荣我们在地文化。该展览嘛鼓励市民8月底进前做回来大港文化中心欣赏，甚至有兴趣投入课程，像这群素人同款，用艺术来丰富家己的生活。台江美食馆幸福。台南新闻，阮志何乔邦采访报道。